啊，溪考台语汉字，我算得趣味。不过，我无法度讲啥物叫做台语正字，因为要讲正字，就要先了解古今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、同源字、假借字、俗字等等一大堆。我毋是专家学者，只是我提出的台语汉字，拢是有字音、字义。当然啦，若是感觉无理，嘛请你甲我训示。今仔日呢，要甲大家分享的是故人怨。故人怨是互人讨厌、互人嫌的意思。教育部台语词典是用这个故人怨，我是感觉用这个故人怨嘛趣味啊。故人怨的故怨嘛写做这个故怨，伊的意思是结怨。明主梁惠王，益王兴驾兵，为事神，故怨无诸侯。搁再来讲故这个音，故同音，故无切音故，顶悬的字音就明确的表示这个字念作故。不过，搁再一次甲大家报告切音的方式。切音呢，就是将两字切出字的音。切音的规则：第一字定阴阳，取伊的声母；第二字定平响气入，取伊的韵母。故无切，故是第二声属音，取伊的声母果；无是第七声属气，取伊的韵母乌。果乌音气声，就切出故这个音啊。以上是恒春啊认为故人怨用字的看法，互恁参考。台语过门口，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